我谢谢了。没有了，太太前面太太了。在不啊，一边菠萝要给你。那边菠萝。我没有带，我没有拿东西去。啊，亚光啊。等一下礼拜四卖下来了，不要现在买。对了，我下一那个不能放太久。下一批。Ini matang ya, bau es matang. Ini anggrek tanaman sendiri ya, no. Seperti ini dia buahnya ini anggrek beli Imlek, terus tuh ditempelin ke sini dia hidup sendiri. No. Segini banyak ini nanam ini, belum berbunga ini nanti suatu saat berbunga ya. Di sana juga ada. Jadi dia tuh nempel di pohon menjadi sebuah benalu. Pai hoa. Halo, 你的名字是谁？我忘记。啊？颜真 ，Hello， Hello， 妹妹，好久不见。你好吗？我也找了。你一整天在这里吗？不是在这里。我明天就回去了。明天回去，等一下晚上睡在这里。你画什么东西？这个？是我阿嬷房间。阿嬷的房间。哦，这么漂亮。这个是电风扇对不对？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床上。这个是厨房。不是。有厕所。那这个？电视。我看电视哦，他是什么名字？新的对不对？好像以前我没有看到的。好了啦，他很怕了。儿子比较。OK 好。刚才我有看了，我怕过。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很好，不用买。就叫你吃啊，不用买呀。老板这么好，老板谢谢老板。谢谢，不用买啊。对，太太要买，太太要买，太太这个，这个是太太的最爱。水蜜桃是太太的最爱。在这里啊，我又看到了。三姑姑。对呀。三姑姑是二姑姑的妹妹，这样很简单。那个是什么？蝈蝈。有一点酸。那。好多啊！你没有算？对了，你有讲讲背了。背了啦，我爸了。阿伯讲，你讲一只53啦，背了540。你讲一只53我也听。啊，就袂食受好呀50。民主拢真高度低个。对啊，去年就是买，今年唔知好食歹食。什么哇？腌一点。好吃再买。你这样看到。这拜来加了。这拜刚好吃。这拜好吃啊！还没高兴吧？这样有看到，给人家看那个什么娃娃？他的名字是谁？没有名字。你没有给他名字。莉莉、拉拉。他的名字是谁？小怪兽。OK， 好的。很清爽了，又不会说太甜，又不会太那个哦。5个多少钱，老板？800块。800块。纯正西路，我再改导要，你专税改快要卖1000块。对，答对。专税改快，多钱专税改去哦。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帅啊，给他录到那全世界去啊，跟太太都。
都很帅啊，对录到啊大家看得到。阿妈也很漂亮。对呀，一定啊。好样水当当，阿公才会习惯阿你妈。要讲说这样子就是水蜜桃水当当。水蜜桃水当当。对嗯，这个是我的太太的最爱的水果，太太很喜欢这个水果。他很喜欢哦。对我太太最喜欢这个水果。水蜜桃，水啦这。你要蒸嘛要有钱的。台中的水蜜桃。你讲这样一千块。汤诶，贵吧850个。 850个，如果大的850个。 5个那那大的。你有迄壳啊，壳啊都你没有在看呐？里面的壳啊5粒、8粒。你看呀，这个大吧？没有这个没有几颗啦。半斤以上。4粒，跟咱坐4粒2粒。我然后细啊5粒啦。 5粒啊。一箱人大粒，迄个大粒的拢5，伊个壳啊拢5个啊。啊8大8小是什么意思？啊，就重量啊。切呢，分级啊。分等级的对。8条。啊，刚8啦，无8条啦。袂去伤着啦。水吧。啊。啊，个有头啊。一样在水。不要乱摸太太。给不？哎，太太不要乱。没关系的。没有，这青哥要给我吃的。嘿，我今天。这么好老板对我的阿妈，呀，Roman。阿妈。因为她是我的姐姐啊。哦，这样谢谢老板，感谢老板。阿姨要等钱。有啊。Nyonya aku udah kasih 2 ya, nggak usah beli. Ini kalau beli mahal ya. Jadi nyonya aku jiwanya suka kayak gini, dikasih gratis suka. Ya semua manusia dikasih gratis suka ya. Kita di sini makan sepuasnya, terus ini. 已经早了。餐厅食无甜啊，人不一定起也是甜的啦。你后边。你阿爸就够大个啦，甜哦。妈呀，个无够甜。哎，是不安尼尔啦。我呀，人青哥讲我甜，你甲试两个。我们最好吃是生地生地，不要太甜。6的，这个是6的。6的，所以到水之后，好过一半是不是，无啊，我在办啦。哦，你就在几箱来在家里不哈？这里有啊。还没呢，这里还没呢。哎呀，他还没有装好。不要那么急呀。不要那么急，哎呀，慢慢来。我不会怕，不对，这个都是钱，对呀。我们不知道，不要乱来。哎，大家若哈吃了这大粒吼，哇，真个卖到真欢喜吼。要我大。哈？还有比较大的，我是讲还够大粒的。真的哦。两粒。少啦，这么少。哎吼，我讲2粒，我2个这大粒，开头2个人来吃拄啊好。Aku ngerasa di sini dingin ternyata. 500，这大粒的。Ini malah membungkusin ini ya. 伊拢爱买几个箱。哦，你人民不大。我真是特别。对啊，真正的呀。啊，你看平常时。无你大盘。大家交陪。交陪着。我拢卖伊。 Aku mau pipis. 啊，大盘迄有来找。 Tak taruh sini dulu. Ini bibit dari pohon sui mitau ya, buah persik punya bibit. 放冰箱有没有关系？他放冰箱应该没有关系。谁的冰箱？他的冰箱啦。你进去里面5分钟都要出来，不要太久。不用开冷气。这个是你生的太太。公司的公鸡呀，公鸡呀。而且鸭肉包的这个，看，他吃那个诶，塑胶诶，好饿有可能。看他吃那个东西。地瓜叶弄一些给他。我们把数不到。Ini ya bunga ya. Belekuk kok ini ya dikon ramban dong telo enek. Ya ya pagi yo. Ya ya pagi yo. Kita mau ramban ya. 下面我们去下面。这边比较漂亮，这边好像比较有虫咬。哎呀，下面那边。我怕我危险。 我的脚好像不够力气。在那边也有很多啦，那边也有。这边哪有？快点去那边割一割就好了。哦，那边啊。那边也。这里不要，这个不行。这个。
个吃。 ngerampok. Oh ya niancing lah ban. 你要哪一个？ niancing sao了？ 年轻啊，年轻。拿下来，两盒就是爱讲有两盒，两盒哦，两盒500，一盒800的。好。嗯。老师现在给你改长了。哦，好痛，好痛！哎呀，你要几个？要2颗就好了。2颗就多了2颗。没关系。来煮菜呀。哦，谢谢老板。他很会做料理耶。够吗？小的。好。他要大。不给你吧。你是爱大呀，爱细的？爱大的。你要大的还是要小的啦？还有。随便。随便。小便的。谢谢老板哦，很厉害。老板受伤了，老板。有没有受伤？有。受伤了。谢谢老板，不好意思，老板。受伤。受伤你要呼呼啊。这个老了，来一个老了。你要。手要那个太高了啦，很大啦。哎，谢谢个天哥掉下来哦。哦，他要来是黑的啦。一边斜的啦。啊，就老推，你刚不是说那边有个熟的？弄不到啦。哎呦，你爱色那边有熟的是吧？不知道。有熟的给他们吃啊，看。还没熟，这个了熟有香香味。这里嘛，这嘛有嘛，今天这嘛一粒。有血的啦。还没啦，还没。还没。哎，老板，这个可以给我吗？老板。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要弄干净，他哥哥他带你啊。因为要再叫啊。我也冇啦。哎，我们2个。啊，我看两个哦。哎呦，哦，哎呦，我。多长？好啦，这个也是看到我们啊，买的啊，买了，现在吃了个些个呀，袂歹的就卖个卖。哦，他自己来就可以了。很厉害。撒上。下来了。你不要动，让老板自己动。哎，还没。老板的陈老兄，这个斜的啦，烂掉。熟了啦。一半可以吃了啦。这就熟。 Kita mau merada dulu. 你个无拍着的啦，有啊。对不？哎呀，新闻那新闻行，下面几条。没去，他要去比较大。没有啦，太前面太了。在不啊，一边报路要紧。我边报咯。我头下来是我行伊袂晓坐报路啊。在后面你很那个很大。前面要安全带。有安全带，太太。有没有忘记东西？有没有忘记？没有。我没有带，我没有拿东西去。 Kita pulang ya. Kita mau pulang. Bareng sama yang punya rumah. 哎，人个 Aku mendapatkan nongko. Bye bye. 大企業家。大企業家。十分我伊攏對我把教啦，哎，嗰邊較前面，伊攏安尼。伊，我影只教遐邊。拢有錢啦，啊，你也是拢經濟有法度啦。無啊，人伊嘛有需要，啊，伊物件送人，講大家攏學到個安尼好，啊，伊就安尼買人好食。食對啦。無人較定咧講啊。誒，你送嘅物件會食。你若較好食，毋捌食較好食，啊，就是，所以講就是物件會真好。係啊。我這邊頭我，這邊頭我若甲伊講，伊嘛是會買，照常買。你個大樹送迄款，你就是你係攏鬧開，我來甲透開，我唔，我攏唔敢講。所以講我這邊啊，因唔敢。對啊，6月底是。
奶鸡啊。奶鸡。啊，我即摆奶鸡都纯关节的尔。哦。一斤你要甲买迄乌叶啊，我是3斤1百。3斤100。迄较早。真呀。即摆无成本是你种乌叶啊，因为乌叶嘛好价。乌叶阮厝边囝有尔，我会都讲较歹听，乌叶都万只万无100斤。拢爱做迄个种，迄个经济比较悬。这伊咱遮就是一个爱创。哦，你阿讲我来食啊。对啊。来吃啦，哎。是啊，哎呦，你吃啥白，对不？不可能啦，啊，进来吃。Ini 1.200 ya ayamnya. Ini. 来家开讲正，咱睡觉，咱那无搞最好啦。这个烧鸭你摕对里头，看你食面，你摕对里头。哦。哎呀，那个好呀，啊，这个是了，隔壁，你隔壁，把它杀了，我剩3粒尔，爱剩3粒，那时候你快要才摕啊，哎呀，你前面摕，我看前面去倒下摕，你知道？都不杀了，啊，那你才是那个少。这个也炖了笋子汤。等一下，你那个什么东西？这个下去撒上。好，拿个最后啦，拿个很快的，给阿姨她吃。很快的。等一下最后啦，哪个比较久？对吧？你试啊。试。要。啊，到底。我就5粒，啊，剩嘞6粒啦，6粒要4箱了。那这个蛋蛋不是很容易都熟啊？为什么太太丢过来？太太要吃啊？要给这个夹。你看这个可以捞出来熟了，蛋蛋。捞出来吗？现在？Kita nyampe rumah langsung masak ya, ya Allah. 我比苹果我吃，有甜的，有啊。哦，我两个食拢买呀。你讲摕啊，我底下4粒诶。哦，啊，你哪有食？无啦。你哪有等啊？等啊，哪有食啊？我没有。食对面啦，对面啦。Mereka tuh kalau makan itu langsung ngambil neng piring makan, nggak ngambil seberapa. 我就老两个头煮米寿汤啊。这个米寿汤是太太要用炸过了的豆腐哪个？这个应该要用白豆腐。那个豆腐我买要给你煮，你自己去煮。我煮辣椒可以。可以。啊。那些都是你要吃哦。对啊，那个豆包，我有回豆包跟那豆腐没有。那个豆包也给我吗？哎，都给你。好，我煮辣椒了。好。煮辣椒，姐姐他们如果敢吃辣的。啊，明天煮烧了，对不对？等一下穷你们。啊，你为什么你现在都不吃吗？刚才我有吃一点饭。你下午又没有吃饭。有回来我有吃。我有吃1碗而已。1碗而已啦。咖啡加热啊。是啊，要啊。等一下要吃了，现在还不想吃。你不吃，叫你吃鸡肉你也不吃。不想吃。还有你那个啊。姑姑要这个小小蛋这个啊，姑姑。哎。这个是胆固物症呢。没有关系。这个姐姐说胆固物症呢。啊，他们没有胆固醇，可以呀。没有胆固物症。要不要撒一点那个胡椒盐在那边呢？那个怎么还在胡椒盐？在那边撒胡椒盐，比较有味道。要讲胆固醇的。胆固醇的呀。哇，这只鸡肉剩下几根？拿出来了啦。我那边等你哦，我叫你抬，给他抬。哦，开始到哇，这人给人烧了就等你讲。哎，我那边等你哦，早点。应该姑姑加这个了，比较有味道，这样的。要不要？我蘸那个，好也可以。什么辣酱？哎呀，给那个对不要钱？啊，小姑姑要来吃饭呢。不可能。哦。
回来吃一点啊！哎，我也是。台北有卖，带回去台北。我是喜欢吃鸡的。那个是等一下鸡胸肉可以给我一点点吗？可以，你要自己拿起来。因为我长到麻油鸡，我也不敢吃。你自己拿。姑姑有没有麻油？等一下没有麻油。写哦。胡麻油。湿麻油。胡麻油啊，你这黄麻油啊。我这个叫什么胡麻油？好厉害呢，小心哦，眼睛要看哦。好了好了，姑姑，这样也好。这个放着，放着炒菜。人家这个毛有水水煮哦，抹酒水哦。不能加水。我们里面那个不要水太多。我们还没有用哎，一点点而已，我们用一点点 ，OK 吗？这个我女儿说这样够不够？酒不要太多，它会醉。够不够太太？够。好不呢？唱2斤哦，唱2斤哦，我给唱2斤哦啦。今就有这过来，这唔是的，无迄个60个啦。哎呦，我唔知啊啦，小二娘带拢去几个差袂。哦，这些是啥子？不要放太多哦。这你明天就不要给你，好的，对啦，高品，他家有没有啦Kita mau masak ini. Giờ sao canh à? Mayo tadi masak di sana masak di sini masak di mana-mana masak tapi gak apa-apa aku sentuk nongko cara popo